这摆警方的表现真正是值得学习，来关心政治的话题。国民党参选总统的人选目前还未确定，依照中共盖洛普的资料，上强的家母侯友宜支持率继续咧降低，唔那输给主要对手赖清德超过11个百分点，甚至阁输给民众党主席郭文哲。党内人士希望讲赶紧确定这个人选，将这个声势甲有关。侯友宜本人是表示讲尊重党中央的时程，也毋过新的提名委员会人员，侯友宜嘛展现出协调的能力。 主动约有意要挑战现任立委洪明凯，新北市议员陈伟杰来协调，并且成功抗体陈伟杰，提早展现王牌气势。会记啊，甲选手加油，毋过毋知敢是收过欢喜，一个无势力去敲着徛伫咧后壁同学。 会记啊，错手小事，毋过总统提名若错过机会，迄就无共款咯。根据上新民调，伫咧南绿白三卡队的情形，侯友宜支持率高20.71%，含赖清德32.25%，差11.54%，甚至输民众党主席郭文哲。啊，若党内提名郭台铭支持率毛18.93%，两人支持率小我嘛，互党内传出建议缩低定调时定的声音。党的节奏跟方式。 我个人都给予尊重。我现在是新北市市长的角色，我非常珍惜跟新北市市民一起打拼。民调数字无乐观，前科用馆长杨秋兴嘛无看好，认为侯友宜是韩国瑜2.0，无总统的能力。多人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。 我们都尊重。不过，身为党内上强的家母，侯友宜红入去党中央提名委员会了后，随冒动作，主动招有意思想要参选新北市第一选区提名的新北市议员陈伟杰，和选区现任立委洪明凯沟通，嘛成功抗体陈伟杰。侯市长出面协调的话，可能你就还是会继续来登记。基本上是的。讲真的，因为我准备很久哦，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。 委屈难免会有，但是呢，如果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。因为他们1+1等于2，同心齐力做更多的事情。那陈伟杰议员也愿意如何跟我们的孟海立委并肩作战。总统提名也未确定，侯友宜处理国家大事，叫王牌气势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